好，我是美食特派员贝拉。今天呢，很高兴又要为大家邀请到我的客家好朋友来为大家做美食开箱。我们一起来欢迎主委。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徐世勋，今天又来和大家一起美食开箱喽。今天呢，看到影片一开头又知道我们就来到了最美的地方，要来做最棒的客家开箱了，在哪里呢？没错，我们今天又来到了我们台北市最高的地方，这个10185楼的随意鸟地方。那我们最美的客家市集，结合我们最高最壮阔的我们都市风景，一起来为我们的客家美食开箱哦。哇，主委，我觉得每次都好 enjoy， 好享受，因为在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吃很精致又好吃的客家美食。特别是呢，贝拉很荣幸来为大家做美食开箱。尤其我们第一集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客家的擂茶啦，没错。然后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东方美人茶啦，还有客家甜点七霸。今天呢，我们又要为大家来开箱什么样的客家好物呢？我们今天来介绍油饭喽。哇！小河城市集上面也可以找得到客家油饭哦，没错，真是应有尽有哎。因为我们想说，我们之前都吃甜点啊、下午茶，这一次终于要回到我们的正餐了。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箱的呢是回家油饭系列，就是正餐了哈。那一般呢吃油饭都是冷冻的食品嘛哈。那今天开箱的这个油饭，哇，给大家看一下。好香好香哦！没错没错，这是我们的客家油饭哦，而且它的包装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没错，大家看到这个看起来非常文青的一个包装，回家油饭呢，你看到这是一个碗、一个米，还有一个家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包装。他们的品牌精神就是用家来做串联，包含你看它的回家油饭你看这个很像是我们门里面的什么，就是钥匙口，然后回家油饭的油上面又有一点水，然后在饭的设计上面，这个又是米粒油，所以它里面呢就是串联希望你可以品尝到我们家的味道所以就用油饭来让大家做品尝。而且呢，我们在每一包里面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油饭满满的料，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它是1人份你不要觉得说，怎么这么少？我告诉你，吃起来非常有饱足感而且在里面满满的料，包含你可以看到有我们的香菇里的纽扣菇纽扣菇，对，然后还有我们的猪肉，然后还有这个虾米的香味一直冲鼻而来所以真的是忍不住要品尝一下这样一包就是每一个都是真空包装，对，所以非常的方便哦，刚刚好的分量让你不会吃过量。那今天呢，我们的小帮手也有帮我们准备我们的油饭，要为大家做品尝喽。这光闻到味道就觉得好香来，各位看到我们这个油饭，你会发现上面你会觉得粒粒分明，这就是我们的客家油饭的精神，要让你吃得到那个米香以及口感。而且呢，我们的纽扣菇是特别精选来自埔里的纽扣菇是1到1.5公分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所以它完全不用切，但是你又吃得到整朵香菇的香味。所以我们的这个纽扣菇呢，是特别适合应用在包粽子或是油饭上面。主委，我刚才介绍的时候，我就听到你在旁边吃，觉得好好吃哦。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味道一咬下去，除了刚刚那纽扣菇本身很有味道之外，这每一口油饭你一咬下去就有香香的这个，不管是卤肉的味道，还有这个酱油的味道，你会觉得这每一粒米都吸了非常非常饱足的这个香味。它那个米香是有沾到酱油的，那你每一颗米粒你都可以吃得到那种一点点淡淡的酱油香气的咸香味。再加上呢，它是特别用到我们在地的食材，所以它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以及口味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大众胃口像我们平常上班，如果早上带过去，然后放着，然后等到它解冻之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只要稍微蒸一下，马上就可以吃了。所以很方便用这个真空包装让你带到哪里都很方便。如果你今天要去野餐，外面也是 OK 的，对不对？没错。所以它特别设计这样的一个轻巧的包装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家里不管你是要带便当或者在家里自己吃都非常的方便。对，我觉得它的设计跟以前的这个吃油饭，以前吃油饭要吃一大盒，对不对？然后我每次都要分好几餐，所以我觉得它每一次呢都是刚刚好的分量。品尝完我们的油饭就是吃到那种真的有家的感觉。没错没错。那当然呢，上一期有跟大家介绍这个东方美人茶。
如果你这个时候可以刚好来一杯的话，给你解腻，很不错哦。哇，这个时候呢，喝上了东方美人茶，刚刚好解腻耶。很棒，就是吃完油饭又喝一杯茶，你会觉得哇，真的生活充满了乐趣。真的。那如果呢你是很喜欢吃油饭的哦，在这边贝拉也要跟大家推荐的哈，是我们的回家礼盒。它这个礼盒真的很精致哎，特别做成了这个蜜月礼盒，上面呢还有这个送子鸟的意义哈。所以如果呢你家有满月宝宝，刚好在选蜜月礼盒的话，这个礼盒就刚刚好，而且上面呢有这个故事插图哦，所以除了有祝福的寓意之外，让你送礼也很棒哦，推荐给大家哦。好，我想除了这回家油饭之外，那它还当然客家的美食里面少不了客家小炒，也少不了控肉，所以像我们还有这个客家小炒和控肉的这个包装哦。所以呢，在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都是在小合成系列市集上面你可以找得到的。那不管是好吃的油饭啦、蜜月礼盒啦甚至是你想要自己在家里又轻轻松松就是也不用叫外送，你就可以在家里轻轻松松用的料理，在小合成市集上面你都可以找得到哦。所以无论是好吃的油饭，或是蜜月礼盒，甚至是你自己在家里轻松解冻，不用叫外送就可以品尝到的懒人料理在小合成市集上面都可以找得到。那另外呢，如果你喜欢吃油饭的朋友，我们的系列商品也一定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哦。现在我们桌面上可以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已经在上架的产品哦。那如果喜欢吃不管是米食或是喜欢吃油饭的朋友呢，我们还有这个郑家的这个粽子哦。对，那讲到粽子一定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婶婆的粽子那个有浓浓的野姜花粽，对不对？如果你喜欢的话，在我们的小合成市集上面也找得到。那如果呢你是面食爱好者的话，我们也有世外桃源他们家的真爱野蔬锅系列这个野蔬锅呢，让你在家里就可以独享这个锅品的料理里面包含有麻辣口味或是你喜欢印度口味，总共有10种所以应有尽有，你只要上去看，你就可以找得到。那另外呢，我知道我们的主委你是特别偏好喜欢吃馄饨，对，所以呢，贝拉这边要大推就是我们的贺家人米食制造所他们家的馄饨，哇，真的是一等一的好。那他们家系列商品呢，包含有手工水晶饺啦，然后还有哈嘎饭盐啦，全部都受到大家的欢迎。那所有的系列商品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小合成市集上面可以搜寻，就可以找得到咯。那我们这一集的美食开箱在这边又进入到了尾声了，非常谢谢大家好朋友的陪伴，同时我们也谢谢主委来跟我们一起来开箱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最美的客家市集呢，结合我们最高最壮阔的都市美景，我们今天的客家美食开箱就到这里喽，张磊了。